哦，这江金龙先生呢，这真，嘿嘿嘿，哦，我还你看呐、哦，彩绘石头嘞，啊，主要咱画猫较济啊，后猫头鹰嘞呢，哦，我店名，哦，画甲遮水诶，迄店名叫啥？江之猫，哦，店名叫江之猫，哦，我来柳营太空农场遮，真神秘时代广场遮，哦，今仔礼拜日呢，哦，假日广场。还办活动，哎，好办那边展售啊，啊，明白明白明白，大开眼界啊，没有，大开眼界啊，啊这石头还得选的呢，石头唔是一般的刀捡的石头，一般的石头，一般拢会使捡来。啊可能还经过时啊个无金的啦，哦，谢谢啦，感恩啦，哦，真用心画到这真那想做有灵气啊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真不简单了，谢谢啊。